人讲一句台语有意思。大讲一句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建椒。我平常时定定出国，去过真侪所在佚佗。我去到逐个国家，拢一定爱去因遐的名胜，细细看看咧。今仔日要甲大家绍介的词，就是名胜。名胜，名胜，汉字写作名胜，罗马字写作名胜。名第5条，胜第3条。名这个字有2个音，文音读作名，像讲名产的名；白话音读名，名声有名的名。像今朝我本人就是代表台湾上有名的果子。名胜就是较特别、值得看的所在，甲古迹的意思无同哦。名胜无一定爱是古迹，不过足侪古迹拢是名胜。只要侪人爱去，有名就会使安尼讲。亲像即马是网络的时代，大家拢就爱去一寡名胜，翕相打卡，翕相打卡。若是出国佚佗，转来的时阵，定定会找当地的名产做等路，转来甲亲情朋友分享。等路就是看手的意思，等路。我出国的时阵，上介意写光批，寄转来互阮厝里的人。光批嘛会当讲是明信片。人讲一乡一俗。佮讲5里无共风，10里无共俗。这2句的意思是讲，逐位拢有家己特别的风俗。这个风俗嘛，拢是咱参观的重点。复习、名胜、翕相、打卡、等路、光批。一乡一俗，5里无共风，10里无共俗。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，多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，咱后摆再会。